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明仔载伫要围炉饭店好新正。古早讲初一早、初二卡、初三困甲饱，初四接神，初五过开，初六约肥，初七七元，初八完全，初九天公生，初十有正色。若11请囝婿，12查某囝转来拜，13食暗糜配挂菜，14结灯彩，15上完暝，16就上公生。安尼新正年就算过。是讲新闻唠台语，咱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中央大小事尾头来讲起。明仔载呢，就是这29暝，准备来迎接过年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再来伫过年的这段时间内底，有啥物无共款的风俗呢？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，爱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先来看卖哦，这过年内底传统的风俗。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到饱。先来看卖这初一早这新年的头一天，一定要较早起床，因为当出去拜拜，出去来做拜年。初二的时阵，就是查某囝爱回去后头厝这日子，所以呢，初二早这个时阵，就是爱较早起床。转来准备这转去后头找物件啊！为什么初三会讲困到饱咧？初三就是这请狗日，就是提醒大家莫较早出门。另外，这29暝啊，个初一、初二，大家拜年拢是非常辛苦，所以一天就会当互大家困到饱来保持体力。另外，初四接神，初五过开，初六是后肥，啊个初七是七元。另外来看卖初八就是完全，完全是啥物款的意思咧？完全就代表讲甲。进前过年物件拢爱完全食了，爱正式恢复新的一年、新的日子。另外看卖初九的时阵是天公生，初十是有时节，就是天公生拜拜了后，有一寡拜拜物件会当食。啊，在的时阵是请囝婿，12请查某囝转来拜。13的时阵是地君生，14是月娘糕，15是元宵节。哇，看卖初一到15，其实这尔侪无共款的日子，拢发生伫这内底，嘛有一寡无共款的风俗，提供互大家来做参考。另外看卖，其实伫过年的时阵，拢有一寡无共款台语的俗语，嘛和这过年的风俗是有关系哦。第一个，咱先来看卖。大人乱糟糟，囡仔爱年刀，意思就是讲过年进前，大人拢爱准备一寡拜拜物件、过年物件，所以拢是乱糟糟，非常无型。啊，毋过囡仔都是非常欢喜，因为过年有真侪人会转来，会当领红包。另外来看卖第二个俗语，就是讲大人烦恼无钱，囡仔欢喜过年。共款这讲这红包有关系，大人因为包红包就惊无钱嘛，啊囡仔会当收红包，就是非常欢喜，介意过年。第三就是过年的时阵。会当祝福大家年年春、年年富、年年起大厝，啊个这新正年大发财，啊个这金银家己来。另外看卖，其实过年冇真侪食的物件，拢有甲这俗语有关系，亲像是食菜头好菜头，食红枣年年好，啊个这猪粿第年发粿发钱。另外菜包会当包金，菜头粿食点心。哇，无共款的俗语，其实拢甲这过年传统的风俗有关系。好，除了甲这俗语有关系，另外看卖过年某一寡爱注意的禁忌，提供互大家来看。第一个先来看卖这29暝有啥物款的禁忌咧？29暝大家团圆围炉做伙来食饭，莫甲这年菜食了，因为咱讲爱年年有春，就是莫甲这年菜食了，就惊明年无啥物春的物件。啊个袂当较早困，因为一天爱过暝会当互这时大人会当添岁寿、添好运的意思。另外爱尽量较早洗身躯，莫伫暗时的时阵才来洗身躯，因为就惊这无好物件爱传到这另外新的一年。啊，初一有啥物款的禁忌咧？初一就是莫洗头、莫摒扫、莫困中昼。为什么莫洗头咧？莫洗头毛，因为这头毛的毛。发甲发这因是非常修行，所以呢，你若是洗头毛，就把这发财这气拢总洗掉。啊，摒扫就惊这好运扫出去，嘛是较无好的意思。另外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这困中昼，代表较变大意思，所以千万莫伫初一的时阵来困中昼。另外，初二有啥物款的禁忌咧？初二莫洗衫，因为初一啊个初二这两天是这水神的生日，所以讲若是伫这天来洗衫，就代表对这水神较无尊敬。另外，嘛惊洗衫会甲好运气拢总洗掉。
另外来看卖初三有啥物款的禁忌咧？初三咱拄则讲到是请高日，所以呢卖较早出门。另外，为什么袂当较暗困呢？因为传说讲，即天是鸟鼠来娶某的日子，所以呢，你若讲较晚困，就影响到这仪式来进行。另外来看卖初四有啥物款的禁忌咧？初四卖出门，为什么卖出去较远的所在来出去佚佗咧？因为这意思就是讲，即天这个。灶骹的造型会来顺户口，你若是出去佚佗，无踮伫厝内底，对这造型是较无尊敬的。另外，嘛千万莫伫灶骹来冤家。初五又有啥物款的禁忌咧？初五千万莫甲这粪扫继续留伫厝内底，啊，甲这粪扫拢总单调。另外，嘛千万莫伫初五即天来出去拜年，会影响到大家，甲这无好气传互大家。好，无论是过年一寡禁忌，啊，个过年一寡传统的风俗，希望提供互大家参考，嘛继续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提供互大家做参考。